日咧我就想介紹另一隻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好嘅益生菌，而且咧係香港好多地方都係有得買嘅，就係呢一隻馬伯良嘅黃金初乳益生菌啊。因為咧我發覺咧有一排我食益生菌嘅時候咧，覺得係冇咩效果，唔知你有冇同我嘅情況一樣啦。後嚟我發現原來益生菌啊，佢係一啲有生命嘅菌種嚟，都係需要食物去俾佢，但係有時候可能我哋平時食嘅嘢咧，都係未必食中咗呢啲益生菌啦，咁所以咧佢就冇辦法咧可以喺我哋嘅腸道裏邊咧去增長啊，去成長繁殖啦。咁於是乎咧食咗益生菌咧就等於冇效果啦。而益生元正正就係益生菌嘅食物，而馬伯良呢一隻咧本身我已經 check 過啦，都係含有益生元喺裏邊嘅，即係佢有埋配方係可以 match 到佢呢個益生菌所食嘅嘢，所以咧一包就已經搞掂晒，唔使擔心咧食益生菌冇效果啦。咁我自己咧長期坐喺電腦前面做嘢啦，加上咧又冇運動，成日咧個肚谷住，亦都冇便意喎。但自從咧食咗呢一隻益生菌之後咧，2日內咧就自然有便意，同埋咧唔係話肚屙嗰隻咧係一條一條屙清晒就自然舒服好多噶啦。其實咧佢就幾時食都得嘅，不過咧我自己就通常咧係做下嘢嘅時候咧 take 個 break 咧，咁我就會攞一包嚟食噶啦。我覺得佢嘅味道真係非常之好啦，係甜甜地嘅台灣鳳梨味，食落咧有一種 relax 嘅感覺。而佢裏邊咧益生菌含量都係非常之高啦，有成300億嘅專利益生菌喺裏邊，而且係喺華人裏邊嘅黃金初乳分離出嚟嘅 MS72加氏乳桿菌。咁大家都知啦 ，BB 咧去飲咗母乳之後嗰個抵抗力啊、免疫力係特別好噶嘛。生完 BB 後72小時咧，黃金初乳咧就係嘅關鍵啦，因為呢啲黃金初乳咧營養濃度非常之高，對於提升免疫力啦同埋改善腸道環境平衡咧係特別有幫助嘅。我自己咧都好中意佢呢一個嘅5合1草本複方，註冊中醫師話呢啲成分小朋友食咗可以改善體弱啦，同埋預防感冒。而 Rainbow 咧本身都好中意呢個味道。媽咪，我可唔可以食呢個？可以，好味。好味啊！咁你想就咁樣食定係沖水飲？你可唔可以擺 in the water？Of course, yes 。係咪好味，媽咪？你飲下咪知啦。好聲嘅 ，taste good。係啊。good。所以如果你想去改善下腸道嘅環境啦，或者有肚谷谷啊，成日去唔清嘅情況咧，都可以試下馬伯良呢一隻嘅黃金初乳益生菌，幫我哋減少毒素累積同埋提升我哋嘅免疫力，健康咗咁就成個人都輕鬆好多㗎啦。